队正在对对方开展行动。击毁对方飞机。靠，真这么带啊？我方护航艇已被击毁。如果痴痴的等，某日終於可等到一生中最愛。那要遭老罪喽！這段情每碰上了意外，不清楚未來，何曾願意我心中所愛？哎，這個前排航母啊，每天要孤單，這個純航母啊，我靠！寧願一生都不說話，都不想講純後排陣容啊！留意到你我這段情，你會發覺間隔着一點點距離，無言地愛，我偏不敢說，說一句想跟你一起。如真純後排陣容啊！如假，如何分身飾演自己，會將心中的溫柔獻出給你唯有的知己。如痴如醉，還盼你懂珍惜自己。有天即使分離，我都想你，我真的想你。擊毀對方飛機，已殲滅目標。擊毀對方艇，擊毀艦船已解體。有請我今晚嘅特別嘉賓譚詠麟先生。寧願一生都不說話，都不想講假說話欺騙你。誰要你我這段情，會發覺碰着一點點距離，無言地愛，我偏不敢說。Hello， 說一句想跟你一起。他媽打死都空航母啊！如真如假，如何分身飾演自己，會將心中的溫柔獻出給你唯有的知己。如痴如醉，還盼你懂珍惜自己。有天即使分離，我都想你，我真的想你。多謝。如痴如假，如何很珍惜演自己，會將心中的溫柔獻出給你唯有的知己。如痴如醉，還盼你懂珍惜自己。有天即使分離，我都想在光辉日里開攔截都一台毛沒打掉。真的想你。如果痴痴的等，某日終於可等到一生中最愛。這話這個太陽地區比較老套了。多謝多謝多謝晒，一直都要奔着20萬去。好，拜拜拜拜 ，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，校長 thank you。